继续来看罢免掉王宏维的扛棒，两工前互检举互提掉。今仔日新的扛棒决定挂起哩，罢免团体讲，因真感谢免钱提供的厝主。距离扛棒300公尺外，王宏维是徛就街路顶来反罢免，讲刷落来会甲民众党的议员来合体。 拄到支持者放慢速度持喇叭间加油，罢免团体嘛鞠躬碎毒声，六战结果，伫咧国民党立委王宏维选区，新公告扛棒嘛重新吊挂。目前除了今天现场刊登的这一面以外呢，已经收集到其他还有另外3面，也是民众热心提供的。周末呢，宏维本人又在看过了，这应该有2面，所以目前再加上这一面的话，我目前的比数是21比1。特别颁发感谢状予大楼的厝主，因为罢免团体原本的公告扛棒2工前叫人检举提掉，不过随着支持者讲愿意提供引导大楼的表导打新的宣传扛棒，罢免进入到第3阶段。罢免团体斗出卡手之外，民进党嘛来斗乌烟，首要目标就是保分期市卡心王宏维及关之等等的关键选区。叫点名王宏维嘛伫咧这几工徛伫咧街路，拜托大家反对罢免。请大家投下不同意罢免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徛关关的王宏维透早徛伫咧路口宣传反罢免，因为台北第3选区涵盖中山、北松山，其中中山区立营支持者占多数，要来推出无同意票。国民党北市党部后日卖召开党团大会，讨论罢免第3阶段战略和分工，包含举办客厅会、政治说明会等等工会，嘛将以台北市长蒋万安为首的布局陆战，空战司辅助任命基地。攻防议题，要来保钓高效拿位。我们应该是转守为攻啊，因为我们就是直接走上街头，直接走进市场，直接走进社区里面做正面的迎战，也会跟这个民众党的朋友来做合体啊。那爱办事靠自己，王宏维嘛要找民众党来倒收听，空战陆战做法为南洋守护后一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